原來看苗栗南莊鄉昨是有3個查甫人佇咧街仔路騎馬，警方接到通報了後，就隨着監視去找人。因講伊是準備要騎去新生國的馬場，警方依照道交條例甲開發，嘛要求因用貨車甲馬載走。一個查甫人騎馬走過，後壁缀着2隻馬，地點就佇苗栗南莊的道路上。在禮拜六早起11點外，有真濟南莊遊客攏看到這款的景象，而且毋但是佇街路有騎機車的人，佇去新社國山區的道路上也看到這3對人甲馬，馬也差一點弄到機車。警方協報了後，趕去處理。警方趕赴現場後，於路旁樹林發現鄧男等3名行為人與馬匹蹤跡。均坦承確有道路上騎乘馬匹之情事。警方在苗栗21鄉道11.9公里的所在發現3隻馬，也有騎馬的細丁、細帶甲細步3個查甫人。因家己講是用貨車將馬為新店環山再到南莊開始騎馬，目標是新生國。警方要求3個人將馬以貨車載走，故意違反道交條例第84條規範。民眾切勿於道路騎乘動物或從事足以妨礙交通之行為，以維護整體用路環境之安全與順暢。去年12月中旬，也有馬出現佇西濱快速公路苗栗後龍路段，迄當時一台車甲一隻馬相撞，造成駕駛輕傷，馬也當場死亡。警方表示，不管是騎馬，還是帶馬散步，也是放置輕觸寵物佇道路上，攏是違反道交條例。記者綜合報道。